若曦啊，又在发呆啊？若曦给各位爷请安。起来吧。想什么呢？若曦，正好，我有句话要问你。九爷请说。皇阿玛单独召见二哥，都说了些什么？那天，若曦，你先回去。八哥，问一问又怎么了？这事只有他和李德全知道，不问他，我们还能问谁啊？御前侍奉的人，传递皇上与臣子私下间的密谈，一旦被发现，下场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？若曦，你该干嘛干嘛去吧。这里就我们几个人，他不说，我们不说，又有谁知道？奴才当时只是守在殿外，皇上和二皇子在殿内，奴才听不清楚，不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。哼，八哥，你看看吧，这就是你费尽心思的人，我就是养条狗。九弟，以后谁都不许再向他打听关于皇阿玛的任何事情。哼。八爷，石爷先随九爷回去吧。你干嘛支开我？反正是为你好，算我求求你了。哎，我不想听，你先回去吧。就是我想说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，我确实没有听到。这就好，你就用不着沾这趟浑水了。皇上还是很疼二皇子的，无论你做任何决定，都不要忘记这一点。我自有分寸，你不必过虑。那奴才告退了。姐姐，你回来了。怎么你的样子看上去好像很累？我没事。酒酿圆子，姐姐最爱吃的，走。是芝麻汤圆啊！啊，那个小安子，我让他给我弄酒酿圆子，却给我弄了芝麻汤圆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哎，算了吧。不行。他老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将来定会闯祸。可是你去提醒他，他仍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，那样岂不是多此一举？可是我得要尽力去提点他，万一他真闯了祸，被罚了跪，被赶出宫，我于心难忍呢。姐姐，我去就回。对，历史虽然是历史，但我若不尽力去阻止的话，一定会后悔的。皇上还是很疼二皇子的，无论你做任何决定，都不要忘记这一点。不能问若曦，又不能问李德全，我看直接问皇阿玛好了，问问他到底立谁为太子。九哥，八哥，我们确实不能再等了。现在朝廷里都在传，皇阿玛会恢复二哥的太子之位。只是传言吧。八哥，空穴来风未必无因，看来啊，皇阿玛有这个意思啊。如果皇阿玛有这个想法，我们也阻止不了。那就干脆把皇阿玛这个想法打消。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想让八哥你当太子，只要他们肯上折子的话，再推举八哥你当太子，这样就可以让皇阿玛知道，你才是众望所归。你这是逼迫皇阿玛，是提点吧？对，这个主意甚好，既不用我们几个出面，也可以把八哥你推上太子之位。皇阿玛疼爱二哥，要他放弃不容易。八哥，
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犹豫了？哎，八哥，现在已经刻不容缓，再拖延下去，恐怕太子之位就要拱手相让了。八哥，难道你甘心看二哥再登大位？若曦，着急忙慌的，你这是上哪儿去？四爷吉祥，13爷吉祥。起来吧。几天不见，你怎么变身份了？哪有，只是手头上还有些事要做。行，那您先去忙吧。等等，我有话要问你。那我就不奉陪了。那天皇阿玛跟我二哥说了什么？奴才当日在门外，皇上跟二皇子在殿内，奴才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。你就站在门口，不会连一点声音都没听到吧？没有。你跟你姐夫也是这么说的？正是。还在等我那天晚上？奴才不敢，只要四爷不恼奴才就好。当时也许我错解了你的意思，四爷明白就好。可我不后悔亲你。为什么没带？什么？链子？奴才放在屋子里了，等下次四爷进宫的时候，奴才会还给四爷的。既然收了，就没有退回的道理。有些事情虽是你起的头，但由不得你说结束。早晚有一天，你会愿意带上它的。好姐姐，你这急急忙忙的干嘛呀？八爷呢？八爷，夏朝都各自回去了。这是天意吗？若曦姐姐，恭喜姐姐，贺喜姐姐。王喜，别耍嘴皮子了，又想在我这儿讨什么好处啊？奴才不敢，奴才是真心恭喜姐姐。我又没什么喜事，恭喜我什么呀？啊，姐姐不知道吗？乾清宫发生大事了。什么事？朝中有30位大臣联名上折，推举巴贝勒爷出任太子。皇上刚召了巴贝勒爷等人入宫觐见。姐姐，巴贝勒爷要是当上了太子，那姐姐不就是媚嫔姐贵，跃登龙门，身价100倍了吗？阿灵阿、鄂伦代、奎旭、王弘旭，你们以及近100位大臣，还有你们众阿哥，都推举8阿哥为太子的人选呢。回皇阿玛，儿臣以为2哥才是最适合的太子人选。回皇阿玛，儿臣的看法与4哥一致。回皇阿玛，8哥贤德兼备，人所皆知，大家心中雪亮，8哥才是太子的不二人选，这也是众臣之意。原来大家认为8阿哥才是众望所归的太子人选。
然则二阿哥就非理想人选。那朕一定是双目蒙蔽，心智迷失，才会选出二阿哥做这个昏君。九哥并无此意，请皇阿玛息怒。若无此意，那这叠折子是废纸。你们到乾清宫来是饮酒作乐，为朕贺寿吗？你们想反了？你们想反了！请皇阿玛息怒，众位阿哥及众卿都是担心太子之位悬空日久，令朝野不安，才有此提议，都是出于善意，请皇阿玛切莫怪罪。他们是忧国忧民，那你呢？你可想登上太子之位啊？儿臣愿意退出，推举新太子的人选，请皇阿玛不要再怪罪大家。难怪人家叫你八贤王，在这个时候，你出来保全他们，但在朕的眼里，你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八阿哥。朕一向最痛恨就是你们私下结交大臣，唯恐出现党派之争，乱了朝纲。但你却勾结大阿哥，又是他扶助你谋夺太子之位，如今就煽动大臣，为你上折，逼朕立你为太子。儿臣绝无此意，八哥绝无此意！全部住口！八哥柔奸成性，枉恤大志，结党营私，罪大恶极。传朕旨意，削其爵位，及所系，并交议政处审理。请皇阿玛息怒，八哥用心朝政，绝无谋害太子之意，更无造反之心。儿臣恳请皇阿玛明察。事实放在眼前，你还为他狡辩？皇阿玛，八哥真心为国，现在却罪名加深，儿臣要为八哥说句公道话。14弟，别说了。八哥礼贤下士，变成结党营私；二哥他自己犯错，变成八哥串联加害。这一切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啊！难道是朕诋毁他吗？皇阿玛，让百官举荐太子，百官们遵旨行事，举荐了八哥，皇阿玛却降罪于八哥，儿臣不明，儿臣不服。14阿哥，你这是跟朕说话的态度吗？皇阿玛处置不公，儿臣就要说话，我不能眼看兄弟蒙冤，一尽手足之情，请皇阿玛慎见。手足之情？你这是什么手足之情啊？儿臣愿意向上人头担保。你向上人头担保，以死明志。朕就成全你。皇阿玛息怒！皇阿玛什么的？皇阿玛，14弟只是一时躁动，并无犯上之意。他只是顾及兄弟之情，你就放过他吧，皇阿玛。皇阿玛，儿臣等真的没有私下串通啊，皇阿玛。朕怎么会养出你们这帮不孝之子？儿臣不孝，愿受皇阿玛责罚。好，今天朕就放你们兄弟一马。来人，把14阿哥压下，重打20大板。8阿哥削去爵位，不用拘押，交由议政处处理。其他阿哥回去闭门思过，以后再有任何人为8阿哥所向，立斩。儿臣领旨，儿臣领旨。